我做人冇乜成就嘅，因為寫嘢寫專欄對於我嚟講係最容易啊！我冇挑戰啊，寫乜都得啊，冇難度啊！到有一日啲報紙執晒粒就有難度啦。陶傑多產，幫多份報章同埋雜誌寫專欄，又要兼顧網台工作。有人懷疑一個人精力有限，係請槍手代筆，佢就用例子解答。譬如你學咗某種嘅外語，法文、西班牙文，然後你住喺香港10年啦，叫佢即刻講都講唔到，掟翻你翻去嗰度巴黎馬德里住多1個禮拜翻晒嚟，因為儲藏咗喺裏邊。寫作創作全部係關於潛意識嘅。就算澄清冇代筆，不過同時就有人批評佢不足係迎合市場跟住寫。當然跟市場啦！請問《蘋果日報》跟唔跟市場啊？《明報》跟唔跟市場啊？拍電影寫小説要唔要跟市場？1000%係跟住個市場。冇市場嘅嘢我冇興趣做。不變嘅原則同立場會以有時係視乎時勢環境，以不同嘅方式去表現。但係其實係冇變到。才子繼續用例子話俾大家聽，乜嘢係不變嘅原則。我冇可能有一日話嗰啲廣場大媽唱嗰啲南泥灣係高檔過聽呢個叫莫扎特或者聽意大利歌劇托斯卡，呢個係冇可能嘅，係嘛？係啦，亦都冇可能話議會嘅民主係差過極權同埋獨裁。呢個咧係投胎10次都唔會變。地盤眾多，動作亦都唔少，好似網上清談節目《菁英會》，有人話佢培育新一代精英，組成政黨。我都講過，我係唔想組織政黨，因為我對中國、對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實在了解得太透徹。中國嘅政治係卑劣、邪惡、兇險同埋有毒啊 ，toxic 啊，知唔知啊？係嘛？我咧已經咧喺英國住咗10幾年，我認為我已經咧係脫離咗呢個咁嘅有毒嘅文化傳統。翻到嚟香港，我冇理由仲一頭中埋去。睇得咁透徹，都唔考慮下服務社會？我唔會咁樣服務社會。我交咗稅，我已經服務咗香港。香港冇服務我，我唔需要服務香港。